2024年台湾设计展在台南，我们的主题是台南，当是未来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关于如何经由设计，然后带我们去寻找台南的未来。那其实我们这次在西市场这个展场哦，我们其实是要呼应西市场在过去的精神哦。西市场我们现在来看，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但是它在100年前在日本时代刚造好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具有未来感的市场。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未来市场里面测一个展，我们希望在讨论台南吃跟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是在回顾台南过去的吃的历史、穿的历史，而是在分析这个我们如何在一个永续社会发展然后设计的手法介入之下，那吃跟穿可以有更面对未来的一些改变跟创新。这次展览的主轴呢，主要分为吃跟穿，为了台南做了一个 SFP 的品牌，就是 South Fabric 或者是 South Food。其实这个 SFP 呢，就把食物跟纤维从溯源到设计产出的概念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整理。那大家知道，其实台南是衣食同源的。比如说我们在吃虱目鱼的同时，虱目鱼的鱼鳞其实可以借由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提取，然后做成这个虱目鱼鳞的纱线。那像香蕉叶啊，像凤梨叶，其实这样子的植物性纤维呢，也可以做成衣服的原料。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呢，就是由台南的这个牡蛎的壳经过击碎之后，再重新制成的这个牡蛎纱。但是我们透过溯源的旅程，带大家离开台南市，可能到更外围的地方去看看，比如说虱目鱼的养殖啊，去看看白河的莲子跟莲藕啊。那我们再将这样子的灵感交给比如说料理人这个冰品的达人，然后制作调酒文化的这个 TCRC 的阿翔，借由这样子的跨域合作，其实把台南原本的不管是纤维的原料，或者是食物本身的这个农产品，然后透过设计让它拥有新的面貌。那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呢，大家就可以购买到用牡蛎纱线做成的服饰，或者是你可以吃到全黑的芒果冰，那都是一个在游晃中了解台南、认识台南，然后重新对台南有一种新的认同跟想象力。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湾设计展是台湾的年度大事之一。那我们除了这个美术馆2馆，这个是中央择定的展场之外呢，我们台南市也把西市场这个活化，然后整修之后，成为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展区，两者互相呼应，而且距离很近，正好象征了这个美术馆2馆是最新的建筑，也是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式样。那我们的西市场呢，又是一个过去在1910年代成立的这个西市场，那所以说距离现在也接近100年了，所以说有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看的地方，新旧互相辉映，然后设计展的内容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再看。那在设计展过后呢，这个西市场的摊贩即将搬进来了，除了里面有很漂亮的地方发思古之幽情之外，户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聚会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西市场。那从台湾设计展出发，西市场再现风华。了是讲嘅，欢迎收看11月28號嘅中嘉台南電影新聞。台南市交通局上午舉辦大台南生活公車32路嘅啟航典禮，而這嘛是咱市區公車路網重新整頓以後新開闢嘅第一條路線。該路線將於12月1號正式營運，表安平南區嘅民眾往高鐵站閣加一項新選擇。
台南市公车路网伫重新整顿以后，第一条新开辟上线32路生活公车，业者也比照国道客运的规格，以澳洲进口的游览车来提供服务，相当舒适。市长吴伟霆伫这个民代贵宾陪同，28号嘛提前向市民报告这项好消息，因为以后往高铁台南站各加一项选择，而且1点钟一班。12月1号的正式营运，串联安平跟这个南区的交通各大景点，我觉得其实可以作为观光公车，也是生活公车，更是高铁公车。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也谢谢巨业交通，也感谢议会的支持，能够让我们大台南民众的生活这个更方便，路网更齐全。台南市发展公共运输目前分都会公车、生活公车甲厝边公车3个展处。今年8月征求新的业者投入，伫客行电力上，市长嘛颁发营运执照，其他业者加强安全甲服务品质。同时，新开辟路线500万的经费，嘛提案争取交通部公路局的支持，希望因应每一个所在无同的需求，参照伫离峰时段采用9人的小型 bus， 嘛是全国的创举。透过路网的这个，比如说太长的把它截断，走到比较直接的干道上，然后都会公车的班次就会来加密，让这个市民朋友透过这种棋盘式的转运，干线跟支线的转运，让我们这个公车的服务越来越便利。政府甲民间合作，并友善的公共运输服务，要互市民甲外地游客都安心利便。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了鼓励企业响应净零转型，台南市率先全国成立 ESG 概念店的辅导认证。28号盛大举办第2届台南市 ESG 概念店的颁奖甲英雄论坛。会中市长吴伟霆嘛以颁奖表扬，互台南市21间卓越门市。第2届台南市 ESG 概念店颁奖甲英雄论坛，台南市今年总共有21间门市得到认证，行业涵盖餐饮业、批发业以及生活服务业3大产业。针对责任减碳、社会责任以及性别友善等面向进行认证。28日下晡，伫福尔摩沙游艇酒店举办颁奖典礼，由市长吴伟霆亲自颁奖表扬。有限公司公园门市以及荣管上台领奖的代表，我们副董事长郭乃华郭副董事长，恭喜！今年总共有21家店家获颁奖。那能够获这个实际上得到跟环境友善而且永续经营，那也非常谢谢商研院，也谢谢许多我们的评审，大家一起努力。这个目的除了是奖励获奖的店家之外，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向跟环境永续，而且对于环境友善，而且永续经营的这样这个理念。所以这是。这个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台南自诩为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城市，因此对于ESG 永续发展的要求，我们会持续在努力。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颁奖，不只是一个找出优秀的店家，希望大家都要做，从选配变成标配。这次论坛也特别邀请商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黄珍进行专题演讲，辅导店家如何取得 ESG 的认证。据我们的观察，就是很多的店家，尤其是小店家，他们很想做ESG 的概念店，或者想做的是 ESG 的相关的做法。不过对他们来讲碳盘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怎么进行碳盘查，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辅导的时候，就先帮他们做好碳盘查，教他们怎么样去从碳盘查的过程当中去找到所谓的这个减碳的路径，那也帮他们把这个所谓的减碳蓝图把它画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是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才叫做 ESG， 所以我们也让他们知道，譬如怎么样从在地的食材、在地的照顾的附近的社区，或者是说怎么样跟这个回收以后呢跟消费者沟通。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他们去实践，而且可以轻松把它做好的事情。未来市府也将持续推动 ESG 政策，并协助中小型商业服务业转型，并整合相关资源，加速落实永续商业环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
为了加强台湾的科技实力，国科会邀请全国大专以后的研究团队来到台南举办一场交流发表会，展现各团队的研究成果，都要促进产官学的合作，嘛进一步带动台湾的产业转型。来自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将各自的研究主题展示伫国科会举办成果展当中。这次总共有23间学校展示52种计划成果甲产业应用。地点特别选伫科技发展的当中，桂林山仑来举办。从107年到现在，我们的技专校院实务型的这些研发计划，因为有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的成果非常的丰硕。那今天从107年到现在，有超过1300件的计划在执行当中。那这个都是非常贴近产业跟实务的相关的一个研究计划。那国科会一直持续在支持这样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带动产业的应用跟学校之间。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才培育这件事情。透过无同的研究展示，和产官学会当交流合作，成为培育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带动台湾的科技发展。借由这样的人才培育呢，培育了接近4000位的学生。那这些我相信现在应该都是产业界的非常中间的干部，那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事实上，台湾被看见、被世界看见，其实最近有几件事情，当然大家都知道，昨天棒球是台湾被看见嘛。但是在 AI 半导体这件事情，其实是台湾在全世界大家都想跟我们一起合作的重要的一个产业领域。但是半导体跟 AI， 我们不是只有会做晶片而已，我们非常希望让我们的半导体跟 AI 的实力能够扩展到百工百业，让各个产业能够透过智慧科技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带动它的效率的提升、产值的提升，以及对于我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未来，国科会也会持续启动一项计划，鼓励学校甲产业投入创新研究，培育相关的跨域人才，带领产业界转型甲进步。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精彩世界棒球赛，台湾甲日本的车拼都结束。来自日本当家的高龄卡球队嘛首次来到台南进行友谊赛，现场球员平均年龄超过100岁，展现高龄卡球的活力。伫卡球场上展现出活力，这群年龄超过75岁的选手无输少年人。日本当家首都圈乌市有 FC 球队，因为疫情，让3冬再度来到台湾，并头摆来到台南友谊赛。交流的目的并不是什么输赢，也就是能开心踢球，然后最重要是友谊。因为他们觉得这几年来台湾，然后交了很多朋友，然后他们也希望说每一年都可以互相交流，然后快乐的踢球下去。所以不只是他们来日本，然后也很希望说我们这边的也去。今天过来比赛，日本队年纪比较大，就是84岁到73岁，最年轻73岁。那他们平常就有一直在比赛，所以他们的实力、团体啦各方面的技术应该是比我们好。那我们可能是体力会比他们好一点。地主队中青 FC 以年龄70岁到80岁阵容压阵，请来议员朱正轩来开球。每一场比赛时间虽然只有15分钟，也不过双方球员拢展现高龄卡球的魅力。做一个较劲，一个友谊赛那这个都是很棒的事情。我们台南长青足球33年的历史，那再加上跟日本我们首都圈的长青足球这样的交流，可以继续的下去。大家越踢球，身体越好。这场比赛相当有意义，两队以卡球做媒介，促进交流，唔但延续台湾、日本的友谊，更替台湾的中青卡球带来新的能量甲启发。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
2025年台南市圣诞跨年系列活动，28号公布第一波的艺人名单，包括主持人兰兰、超人气团体吴建琴以及金曲乐团米先生等等。会中市长嘛透露，正全力争取棒球英雄陈杰宪等人会当登台，甲大家同乐，请市民期待。2025年台南市圣诞跨年系列到底有甚么款大咖艺人要来，已经成为市民固定的期待。28号伫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啦啦队热情的开场演出以后，市府正式公布12月21圣诞演唱会第一波艺人名单，其中超人气团体吴建琴已经连续5档来台南献唱。如果是人生最后一粒沙，放在心上，化成流星许愿在你身旁，相信余生会是你啊。迷先生可以看到吴坚情，这个都是本身可以在小巨蛋办一场大型演唱会的一个实力。另外呢，还有这个 Betty， 还有陈华，还有艾薇，所以预期12月21日，耶诞跨年晚会的系列第一场演唱会一定会造成爆满，欢迎大家一起来，一定要来台南永华西侧广场等着你来哦。市府表示，虽然资源有限，不过一定尽量满足市民的享受加感动。会中市长嘛透露，台南有3场演唱会，其中一定会邀请棒球英雄来现场甲大家同乐。不过真正是抢人大作战，请市民期待。会努力邀约，希望能够邀到这个台湾代表队的这个球星，不管是陈杰宪或潘杰凯或是林安可。这些都是炙手可热的球星，我们也会希望在我们3场中间，希望找到他们有人露面，能够来跟球迷们，还有现场的这个10几万人的好朋友们请安问好。那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哦。会中市府嘛预告要第2波高人气的卡司发表，一定袂让大家失望。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动漫界盛事 ACG 漫玩季日前伫台南文创园区举行，当中一下侪侪 ACG 的领域，包括知名动漫 IP 甲表演，同时也特别设计实景游戏，吸引大批动漫迷进场。日本歌手带来经典的动漫主题曲，这天 ACG 漫玩季登场，活动有正版动漫商品展售、同人展售、霹雳布袋戏、cosplay 等等，非常热闹。那我们的创作方向是 EN 组，就是主要是以欧美圈那边的 VTuber。那我们的创作都是会以日式为主题。就像我们第一本的话是有日本忍者跟武士，那第2本是日本妖怪。变装秘术修炼场，可以让大家呢一起在这个地方体验一起玩 cosplay 的感觉，就像一个修炼场一样，可以休息啊，也可以拿起武器拍你想要的动作。这是台南首度举办 ACG 活动，以二创为主，包含知名动漫 IP 和表演等多元面向，宛如嘉年华会，替台南注入丰富的娱乐价值。台南比较多都是小众，一般这种有比较多元融合多元的动漫季，通常都会跳过台南。比如说他们可能像国际动漫节，可能就是台北啊、桃园、台中，然后去高雄了，台南就被 pass 了这样。所以也希望说台南有机会可以融入这样的一个活动进来。主办单位透露，筹备过程不容易，希望未来能持续凝聚台南 ACG 文化的能量，让台南也有1年1度的动漫盛事。这次还特别设计勇者实境大冒险，在台南文创园区的各个角落放上 QR code， 如线上游戏般要过关斩将，让人感受沉浸式的漫玩体验。记者宋怀台南报道。庆祝台湾踢下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其中家人有店家免费送1000粒的烧麦，毛糕饼业者祭出咖啡券，买1本送1本。伫处家人市副市长表示，日后将送至少1000位学生到台北看职棒比赛，用实际行动协调台湾棒球运动。
我们的中华队赢得我们的世界冠军。肌肉猛男穿着紧身衣，小鲜肉一早就在店门口和球迷互动。台湾队赢得世界棒球冠军。基隆孝山路简家蚵仔煎，周一早上10点半开始，限时送出1000颗烧麦。我们这几位都是从小就练体育，像我是从小学4年级就开始练体育，所以非常了解到练体育的辛苦。那尤其在棒球这么竞争的激烈下，那台湾已经很久没有拿下冠军了。所以当他预赛通过之后，我们就讨论说，如果他真的拿冠军，我们是不是要再办个活动来为台湾加油这样子？没想到。我们想说不用拿冠军就会请，没想到真的拿冠军，所以说我们就加码说烧麦1000颗。一粒粒内馅饱满的烧麦，用看的就口水直流。开店没多久，就引来长长的排队人龙，民众领得超开心。我们昨天就是特地在外面吃饭，然后赶回去看那个，然后很紧张，然后听到就是原本就是我们原本4分嘛，打出去的时候就是红不让的时候很开心，看到那个得第1名的时候就哭了，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感人的画面了。台湾队获得世界冠军，业者大手笔送出了1000颗烧麦，请来了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一一分送给民众，希望大家一起挺台湾运动赛事。由民间来表示他们对中华台湾队的鼓励，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再加上看民众这么踊跃，一起感受到，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借由体育赛事，大家是一条心的。市长昨天有说，希望送1000个学生到巨蛋去学习观摩。那当然，我觉得不止这个，应该在我们的基础各国小的棒球赛，我们更予以补助跟加强。虽然全台湾各地都有，但是基隆也应该台湾头，我们应该以先作则，让更多补助在各学校，加强我们的棒球队。而知名的糕饼业者温莎堡适逢周年庆，原本有买200送100优惠，台湾队夺冠再加码，咖啡券买1本送1本。庆祝中华队就是在昨天赢得胜利，世界冠军，所以我们的咖啡券1本原本是500元，那每次咖啡原价是50块，那买1本就送1本，等于一杯咖啡只要25元。台湾棒球获得世界冠军，全国上下欢庆沸腾，各家业者也祭出了优惠，共同庆祝台湾队扬眉吐气，为国争光。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开始中华队破纪录拿下世界冠军，各地庆祝活动不断。其中伫暖暖老店，头家嘛欢喜甲祭出5节大风扇，去民众排队排甲热热长。看棒球赛，那我们的老板娘跟老板人也太开心了，就说要举国欢腾，我们要一起庆祝。一样，问一下，你们在排队排什么？曾惠香因为中华棒球队第1名，老板娘太高兴了，说今天下午12点开始，面包、食品打对折，只是伴手礼有限量，所以排很多人吧。差不多几点就来排啦？我10点45分就在这里排，因为公平嘛，大家都要排队。我是亲家，也是要排队。位在暖暖的在地老店真味香饼店外头出现大排长龙的盛况，原来是为了庆祝中华队破纪录的拿下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老板太高兴了，推出老店有史以来第1次打5折的优惠，太开心了，打对折。那天老板怎么开心？有跳起来吗？还是哭了？怎么开心？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突然一下子，我们赢了！所以你们大家那时候都一起看？我们那时候是一起看，然后甚至还买麦当劳的那边庆祝，就是边看边吃。然后还有再就是很特别一点，我从来没看过棒球赛。他跟我说：“你这样太没意思了，要一起看。”我说：“哦，可是我看不懂。”他就边看边跟我解释。我说：“你看多开心，我嫁你20几年，
第一次看就得冠军了，有道理。对啊。今天是很开心，所以就是全品项哈，全品项对折，不赚钱，因为太开心了。我们台湾可以这样子打败日本。今日从啥来办？就人咧棒球队啊，冠军啊，全世界冠军啊，所以就是安尼啊，特价5折，对啊。你想要买啥？我想要买麻辣，甲芋头的吐司很好吃，对。那你一天晚上有看棒球吗？有。心情怎么样？很好，很嗨。有没有哭啊？有哭，对，台湾人的骄傲。正常嘛，对不对？对，台湾人的骄傲。我刚好10点半到。对。那是不是也觉得那个小确幸哦？因为我们棒球队得第一，是不是讲一下你的感想？就是大家都全台湾都为了台湾加油。真味香也很好，刚刚老板娘还怕我们等人辛苦，发年糕给我们吃。现场可以看到人情味十足，老板娘担心排队的人排太久，还主动送出炸年糕来招待排队的民众。拍水，很灵感啊！不用紧张，面包很多哈，你在做都这样吧，到几点？我跟你讲，今天整天都有12点开始哈。对，整天都有。我是新妇哈，好。小心哦！一盘给你装1袋哦。来，你那边。大哥就买回去要跟谁分享？同事，哇，团购就对了，对，团购，大家团购对不对？不太够，里面很多车一直在补。让大家感受到中华队夺冠的喜悦之外，更有满满的小确幸与幸福感。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收看11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河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马翔啊，不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
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